再来新闻来看台中的消息，台中市雾峰区中正路甲咧大溪路口，进前有19岁4人过车路时火车弄到，因为这个路口有921地动教育园区的石碑，和过路人无方便嘛，真危险。公所决定将石碑刷走为人行道。 为监视器画面，会当看到旅行车偏废边遐，直接弄到当地的过大路的民众，造成2重伤的事故。这是进前发生的车祸意外，伫咧大溪桥连接大溪路的路口，回雾峰方向，并无违设民众行的通道，互民众感觉用路时真无安全。会当明显看到，敢若路口对象有过民众行的通道，回雾峰往大理方向就无花，加上路口的所在有采921地动教育园区立碑，民众无法度直接行过，必须坐摩地行才当行到对面，互民众拢感觉真无便利。921地震园区同意我们把他们的入口意向拆除。经过地方反映，公所讲会先将921地动教育园区石碑刷掉，定位设行人行通道，同时去做庇护岛，互民众方便通行，嘛保障安全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